天
向法，行动太平，尽所上门，福气交给。客家自治乡就陪打做这个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当期议长李全达，太副主任委员胡福进，陈宏宇、吴明祥，全体委员及自治乡党干事罗子，客家区区长、北门区区长、咸水区区长，担任市员郑在旺侯英才。客家农会常务干事李顺义，总干事李铁正，全体各门信徒